喺尖沙咀有隻鋪係1400尺嘅，左邊係地鐵站，右邊係 K11，地段就冇得輸㗎啦。但我哋入去睇隻鋪得唔得先？哇！入到嚟間鋪咧，哇個門面咧好闊咯，有成18尺，仲有個小單邊添，樓底又夠高。本身咧前鋪咧係980尺，其實可以打通埋後鋪嘅，兩間鋪咧就好靈活㗎啦。嗱，入到嚟咧，其實咧好旺㗎，冇吉鋪嘅成個商場。隔離咧係做緊呢個鐘錶鋪，我哋呢間鋪咧有成係460尺嘅，面闊咧都有16尺添。呢間找換店咧係租緊9萬蚊，隔離嗰間單邊藥房咧就租咗20萬，對面咧就全部都賣錶啊、奢侈品啊嗰啲鋪頭。嗱，成條街咧都係中外遊客嚟嘅，上邊咧租咗俾珍妮熊仔餅。嗱，最緊要咧就係我哋美麗都咧係冇咁大隻鋪噶啦，揾緊做生意嘅老闆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啦。你哋或者覺得呢個鋪咧適合做咩生意咧，可以喺留言區話俾我知㗎。